嘉义云林还有台南4县市做伙举办的2022夏季艺术节，对7月初2开始要举办。今年用音乐游记做主题，要60场精彩表演。在嘉义的演奏之下，云嘉南4县市共同举办夏季艺术节开始宣传。文化部艺术发展署长表示，这当来透过县市合作，替下县市的艺术文化带来真好的发展。执行了这么多年，也非常有口碑哦。那也是我们文化部啊，其实我们在推动各县市合作里面啊，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典范案例。这届夏季艺术节为7月初2一直到9月初4，云林县、嘉义县市甲台南市做伙推出艺术活动，其中云林县更配合台铁的火车，伫车厢举办艺文活动，希望除了艺术演出，也带动观光发展。不管从新营对开到斗六，斗六上车到新营这一段旅程，我们看完这样子的表演之后，然后可以在当地来逛它的景点，还有在当地消费。8大主题的活动，有60个场次的展演，同时各个县市各有特色，而且彼此的交流之下，让我们艺文活动更能够蓬勃发展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这届用音乐游记做主题，佮邀请4县市学生囡仔联合举办创意的演戏比赛。60场活动有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等，希望提供民众通利用休热的时阵体验云嘉南地区的艺文活动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